2019年抗爭運動之後，香港人咧已經係四散各地㗎啦。大家係咪甘於長期變成一個生存動物呢？幫我哋香港人爭取返我哋香港人有嘅權利。香港人需要組織起嚟。點解我會支持香港議會呢？因為香港經歷咗幾年前嘅事件之後咧，成個香港嘅公民社會咧已經係完全被撕裂毀滅晒。香港人第一次搞嘅議會，身為香港人，我就一定會支持同埋投票，凝聚香港人一齊。香港議會可以幫到喺香港坐緊嘅手足同埋喺香港嘅香港人發聲，同埋爭取佢哋嘅權益。選出我哋嘅自己選嘅一人一票嘅政府。手機投票係全球香港人嘅一個創新嘅投票方式，去做一個絕對安全嘅投票，所以大家要珍惜呢次機會。5月5號至到5月尾就係香港議會投票日，因為呢個議會係代表每一個香港人，無論你喺世界各地。大家準備好投票未啊？請支持香港議會選舉及下載智能電話程式。若果你想了解更多香港議會嘅資訊，就即刻登入連結或者掃描二維碼，就一清二楚啦。